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示威，2020头一天，昨昏继续行上街头。香港的民众发起元旦大游行，要求5大诉求一项拢袂使欠。主办单位讲，昨昏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也毋过香港的警方讲，上济加只有6万人。 游行的过程有发生警民冲突，有穿乌衫的人去喊中国开的银行，冒向警方弹汽油弹装啊角，警方冒射这催泪弹，也出动水炮车，尾啊有400人红掠。警方出动水炮车伫街头喷水，中快路中还有火。2020年的第一天，香港继续出现暴动的场面，为了维持秩序。 香港警察命令民众双手放伫头壳顶，坐伫路边，抹超引晒物件。警方表示，差不多是掠400人。Since they ignore our warning, some of our officers were worried about their own personal safety, and actually, 2 handheld tear gas grenade was used to disperse the rioters right in front of them. 香港警察佮指出，这人是因为非法集会到攻击性武器才强烈。在元旦迄天下晡，由香港本地发起元旦大游行，有47000人来到维园，嘛好元旦大游行提早进行。 We're still here toda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not responding to our 5 demands, and most importantly, I think most of people are very fed up with the violence of the police. So the 5 demands is still driving us to be here today. 红底白字布条字写了真大，游行对了争取5大诉求，嘛反对香港警察加薪。 我哋依家見到咧，即係唔需要等，即係2020其實我哋嘅政府已經開始秋後算賬。即係我哋見到所有嘅衝突，往往都係由警方去挑釁。我哋希望警方能夠克制，可以令到我哋嘅遊行可以和平咁樣去發生。遊行幾點鐘了後開始變調，有真濟示威者破壞鼓樂境銀行嘅玻璃門，恐怖警察到現場了後，提棍啊威嚇示威民眾，佫發射真濟催淚彈，噴胡椒噴霧，將民眾趕走。 有警察藏在人群，最真侪示威者见面对立，因为出现动乱，警方要求提早停止这摆游行，佮发射催泪弹，出动水炮车。面对反送中抗争，继续伫香港街头发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新年谈话中对香港人讲，希望香港较好，并强调香港繁荣稳定是祖国愿望。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来关心，伫中国的武汉爆发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已经传出上无有27例，其中有7例病情较严重。咱疾管署除了要加强按武汉来台湾的班机的疫情检查，即马嘛无排除要派人去当地了解状况。 中国发生肺炎的疫情，疾管署检疫人员初一暗时6点半登上中国武汉来台班机进行检疫作业。按呢，这帮由高雄小港机场入境班机，确认有一个红婴有发烧状况。不过，这红婴已经有做流感的预防针，主要嘛无伫武汉活动。疾管署评估了后，互父母留资料就登去，继续追踪。中国疫情也无明确，有立刻认为，只做好防护措施，免伤过烦恼。 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对啊，然后远离那个人多的地方吧。我就看新闻还好吧，他说人没有什么，不是人传人，不是吧？中国媒体报道，武汉27例肺炎的疫情，拢是甲武汉的华南海产市场有关系。对1月初1开始，市场已经打广告武汉期休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已经到武汉做调查。 到初二透早，中国官方一直无公布检验结果。刚了解27例，有7例病情严重，目前已经隔离治疗。疾管署嘛无排除派团去中国访查了解疫情。记者综合报道。若天气变化大，就要设置流感。第3批公费的流感预防针已经会使开始注射，因为疾管署有提醒讲，旧历过年流感可能会大流行，所以乡亲爱设置。 元旦一透早，就真侪人排队要来做公费流感预防针。疾管署宣布1月进入流感高峰期。
1月初1早起，全台开放至第3波公费流感预防车，只要是满50岁到64岁大人、有新的老人，出世6个月内婴仔、爸母或者是高风险慢性病人等等，拢用来做预防车。我今年满50岁，所以可以来打免钱的疫苗。今年有比较晚，被询问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我们也只能说做侧面的安抚。受到去年全球流感预防车公费延迟的影响，公费流感预防车比往年延迟1个月。108年度全国公费流感预防车总共采购604万剂，疾管署表示，到11月底，注射率已经超过50%，差不多是338万剂。338万剂，我们总共604万剂。所以已经超过一半了。鼓励我们所有全国50岁以上或者有慢性病或者 BMI 大于30的民众踊跃前往各个地点来接种我们的公费流感疫苗。轻微不严重的小感冒不属于疾病重症类或不属于发烧类的，原则上都鼓励接种。医需要提醒过去做预防车捌出现过敏不良反应，或者是发烧重症的人，拢袂当来做流感预防车。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顶礼拜12月1日到28，确诊类流感就诊超过109000人次，上升8.1%。近期主要流行病毒依然是 H1N1。记者综合报道。人的感冒，鸡仔嘛会。来看云林有一位饲鸡场，顶个月28主动通报讲有鸡仔莫名其妙就死去，经过检查确定是 H5N2 的禽流感病毒。昨昏防疫人员去到柜，甲23000多只鸡仔总处理掉。10几名防疫人员穿着装备伫饲鸡场进行扑杀作业。位伫云林县岛南镇一处饲鸡场，伫12月28发现鸡仔异常死亡，主动向防疫所通报。31号确诊是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1月初1日起进行扑杀作业，总计扑杀23000多只鸡。那么检验出来的结果是 H5N2 的这个高病原性禽流感。在今天来执行扑杀，扑杀的数量达到23000多只左右。云林县动食部防疫所表示，禽流感较会发生伫肉鸡、鸭甲鹅，肉鸡较会伫3到7月以及11、12月2个高峰发生。鸭因为感染禽流感外观无镜头，所以主要伫养殖场周边3公里太检出现。我们只要检验这个厂里面禽流感的带源，我们就整场扑杀了，不管它有没有感染，数量的话不代表越来越少或越来越大，对这个禽流感的防疫有什么样比较重大的意义？云林县动食部防疫所表示，去年云林县确诊为阳性禽流感总计53场，扑杀289000只；107年确诊62场，扑杀44万只。虽然近2年逐年减少，防疫所有员提起特助，爱做好卫生管理，自主防范。至于全国禽流感疫情，去年高病原禽流感确诊82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介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前董事长孙道存违抗太电200亿，封判3档。昨昏伊出监，也过因为伊抑个开涉到另外一件侵占的官司，伊一出来就随行押去台北地方法院开庭，随各方收押。来看《红果日报》。福朗街边传出全台湾陆续要关8间分店，检车公司讲，主要是因为这店无趁钱，门市的员工即马拢按照劳基法依法自遣。来看联合报，2020的选战剩无10天，民进党这边今仔日开始启动全国路口的拜票行动。若国民党是规划明仔要去高雄扫街。若宋楚瑜伊的选情之夜，即马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确定会到位去徛台。政治说分明来看，昨昏2020头一天，咱总统蔡英文有发表元旦讲话，伊讲新年新的政策有偌济好康，伊嘛有讲到反渗透法，伊强调面对中国的威胁，咱台湾人要有觉悟，反渗透法毋是反交流，一寡亲像拜妈祖、一寡宗教的行动活动，拢无受影响。2020头一天，总统蔡英文发表元旦谈话，首先讲到新的政策实施，包含基本工资调升，也有药理以及农民补助等，强化交通甲经济方面才进展，以利多代表新的一年好消息。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顾的人都要更多，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人都能够受到
最好的照顾。除了内政以外，单位更加集中在中国威胁。蔡总统以香港经济为例，不再强调面对中国的4个认知，绝对无可能接受一国两制，不愿意主权交换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加中国的全面渗透。因此，反渗透法是让台湾民主自由更加受到保障。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是反渗透，不是反交流。两个之间的正常交流和往来都不会受这个法案的影响。蔡总统讲，拜马祖甲正常宗教活动也拢无受影响。不过，对着中国各台办批评台湾通过反渗透法，大变就是恐怖。伊讲，什么人做出问题就什么人去解决，问题无伫个立法国家。严格恢复两方交流，深受时间表。蔡总统也强调，有些时间表是真无智慧的。北京是不是能够停止他们这些渗透介入的作为？好，那成为是国际上可以信赖的伙伴，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面对这样的复杂的区域的情势，而且是在变动中的区域的情势啊，那对任何的领导人来讲，设定时间表其实是不可能也是不智的。蔡总统佫再讲，会伫机会适当、无涉政治前途的情况下，甲中国展开有意义的交流。未来继续评估，手副手赖清德是一直伫辅选，替立委候选人徛台。对着国民党批评通过反渗透法是要甲对方滴红帽啊，赖清德也反击讲遗憾，更加表示这场选举以来就只有蔡英文总统伫提出政见、指出国家方向来表达伊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副手张善政，昨昏伫咧造选举行程的时，拢有对立法院三读通过反渗透法表达不满。韩国瑜嘛批评讲，民进党阿爸那是伊选调一定会调整。我们早上3点多来排队的，都没睡吗？对，我们都没睡。为什么会想要来排？因为我们想来看升旗典礼。大批人潮出现伫高雄市文化中心，有人规夜无困，就为着要来升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嘛到，只是活动进前，主持人则提醒民众唔通花甲政治活动有关的口号，但伊一上台就念出党内立委候选人所有人的名，在外界唔通想伤济。韩国瑜行程满满，高雄走了，搁到台南、沿路拢有支持者，但是一讲到反渗透法，伊就批评这互民众心内会惊，嘛讲民进党伫立法院强行通过是多数的暴力。恶霸型的用多数，几乎是多数暴力的方式表决，这种表决强迫通过的法律案，就是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最痛恨的一种方式。结果他们今天继续操作。一号即天，韩国瑜无甲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同台，两个人，一个人伫台北，一个人伫高雄，一直拼选举。张善政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升旗，致辞的时阵讲到反渗透法，嘛是一直攻击。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来谈啊。说什么？言犹在耳，马上一转身就下令民进党在昨天一定要强势通过。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总统，我们还需要他吗？伊讲蔡英文的态度反起反倒，失去总统的诚信，爱民众除了投予韩国瑜，嘛爱予国民党伫咧立法院的席次过一半，才会当予团队所规划政见慢慢来实现。记者综合报道。那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昨昏是做伙去国父纪念馆参加升旗典礼。伊嘛批评反渗透法有法度通过，拢是民进党人较济，人数占赢。1月初1天还未光，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就甲副手余湘以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斗阵行路去国父纪念馆参加升旗典礼。对反渗透法三读通过，宋楚瑜31批评是极权专制体系崛起来，今日各党委批评民进党团是戒严司令部，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法令。民进党的党团用多数的暴力。违反程序的正义，而且没有经过跨部会的协调，也没有任何的施行细则的主管的所谓单位。郭台铭是表示，伊无完全反对反渗透法，按过本该强行通过，强调未来较数民众因为涉犯反渗透法，做到无合理的法令起诉郭台铭办公室，会拒不提供民众所谓法律机关控制到底。也认为这就是民进党一党独大造成的效果。一党独大的后果，今天呢反渗透法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暴行。
这种任何的法令，今天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到现在为止，是两党要制衡，或者两大两小。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迎接2020第一天，送过2人笑得真欢喜，也拢斗阵结感觉式的内裤带选择元旦港台，是不是表示甲台北市长郭文泰关系发生变化？郭台铭笑讲，郭文泰去年讲的话，今年都袂记了，因为伊家己的选择，元旦伫国父纪念馆升旗是上意义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新年头一天上班上课，天气真好哦。因为大陆冷气团减弱啊，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明仔载2天，咱台湾各地外岛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大台北也有东半部有18雨。这2天透早，中南部有的所在可能会大雾哦，所以乡亲透早若要驶车爱细致。温度的方面，虽然好天啊，也毋过早暗也是较凉冷。今仔日透早，新竹、苗栗低温只有11度，若是北部、东北部高温有23度，中南部高温有25度。来关心澳洲东南部的火烧山，即马死亡的人数已经有16个人，也有1000多栋厝风烧害。因为澳洲即马是热天，消防单位就警告讲，拜6礼拜也有另外一波烧风会到位。澳洲下年迄年大火也是一直烧，消防人员驶车到贝特曼斯贝进行抢救，刚看到路两边的厝拢已经烧起来，消防人员已经无法度路。一台到森林的消防车，甚至家己拢有危险，赶紧做防护，莫让火烧到车内。虽然安尼救人也是因的第一任务。澳洲的大火伫力量甲强风的帮助之下，烧向东南的沿海城镇，真侪民众向海边逃走，加是马拉库塔都4人走去海沙堡。一个火仔美丽又天看到天顶向烧甲变感觉色，面色叮当。当局烦恼马拉库塔可能变作孤岛，已经下令军方加入救人，展开空投甲增援物资的作业。好在在过灯天元旦的风有较细，真侪人赶紧回去厝的，所发现家园已经烧了了。这个守伫家园的民众虽然命保条的，毋过已经啥物拢无咯，感觉真艰苦。 Let the fireys do it if they can do it, and for most part there wasn't much they could do. It came that quick, and they just couldn't do anything. It was just air, and the wind just blew, and then the wind just blew, and you look at everything. I mean, it's just grass, it's just everything. Everywhere you go, it left nothing. 这波大火上无害死7个人，3个月以来已经有16个人死亡，将相同的厝向烧起，各550万公顷林地向烧掉。面对灾民艰苦的心情，新南威尔士省长强调会赶紧恢复通讯、供电等基本需求。不过，相关单位嘛讲，另外一波力量都要来咯。 There is every potential that the conditions on Saturday will be as bad or worse than we saw yesterday. The winds are expected to be very strong, back to 40+ degrees temperatures. We've got a lot of fire in the landscape that we will not contain. 专家烦恼火大范围烧，可能在火场顶头变做火加烈风，引发更侪火灾，会互大火更加歹控制。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全国政协大会顶头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甲9字共识，嘛反对台独，也毋过规篇的新年讲话拢无讲到台湾。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依照往例，每一年的上尾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拢会伫全国政协大会致辞，而且点名台湾同胞，要表达一个中国的坚持。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9·2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伫上新的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文章，伊指出台湾各界的人士坚决反对民进党政府各种阻挡交流的行为，嘛反对台独分裂。不过，习近平对全中国发表的2020新年贺词，唔哪讲到2019年的新州，嘛展望2020，但是煞拢无讲到台湾2个字。学者认为，甲台湾要选举有关系。相较于去年习5点，今年习近平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其实还蛮让人讶异的。短期因素，我想。
想，因为1月11号台湾就要选举了，我想北京也很清楚，不希望有任何这个非常具指标性的这种谈话或者是动作，来造成说台湾这个因为这样造成选举的波动。两华当时会当重新开始互动，总统蔡英文认为有些时间表是无可能甲无智慧的。学者分析，蔡总统是甲两华无互动的球弹登的北京。蔡总统等于把这个底线讲得很清楚，就是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情况之下，可以跟北京来正常化的交流，但是什么时间看你来决定。所以这种所谓比较是后发制人或者是以静制动的角度，我觉得跟他过去3年多来的两岸的互动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学者指出，虽然习近平以澳门的经验表明一国两制是会当做的，来暗示对台的政策，但是双方政府又愿意互相探底线，未来两华感受新的变化，恐惊还是要看1月11号的选举结果，才会当清楚。记者郭灿图记者台北报道。那美中无疫情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伫下年尾又写文章，伊宣布1月15签署第1阶段协议了后，伊家己亲身去北京，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第2阶段协商。The China deal will be signed probably on January 15th. We put out a notice today, and I'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to Beijing to be with President Xi. 美国总统川普下年一暝先日推文表示，1月15会甲来访的中国高层伫北京签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稍伫非洲的海俄总统，伊嘛正式一个讲法。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老虎会伫1月14率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中国甲美国签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将报道引用无写名的消息人士的讲法。北京是美国邀请去华府的中国代表团，预计停留到月中。若是顺利，美中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就可能伫1月中确定。随上华府甲北京伫顶个月中都已经宣布达成第1阶段协议。美国表示，中国答应会买中国农产品，不过中国并无明确讲买金额甲内容。那美国先同意取消部分对中国增加关税，不过敢会继续防止中国科技发展，甲是毋是会限制中国企业甲美国上市规定，也是要观察。有分析指出，先第1阶段协议无法度真正解决中美博弈的根本问题，不过因为大选越来越晚，这项协议会替川普的选情加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全球的人口总数直头的增加，已经有76亿到77亿。不过美国去年的人口成长率创下8年来新高，另外亚洲的日本人口嘛在减，按算未来会继续减。日本到超高龄的社会，囝愈生愈少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但新生儿减少，日本成年人人数嘛同款地减少。日本估计今年元旦年满20岁男性有63万人，女性有59万人，拢总122万，加占总人口的0.97%，已经连续10年确保1%。按今年又搁比去年减少3万人，是这4年来头一摆曾减少。未来可能会降低。美国嘛公布上新的人口预测，2020年的第1天，全球人口数超过76.2亿，每一秒钟都有4.3个人出世，其中各以非洲成长上紧。在美国，新人口数要换3.3亿。不过2018年7月份到2019年7月份，人口成长率0.48，算是1世纪以来新高。新生儿变少，死亡人数变少，甲移民人数减少。拢是人口成长变慢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即马正在休过年，有9天的假期。伫咧上尾一天，有人是食平安面，买长岁寿；嘛有人是头一天就去神社拜拜，祈求新的一年会当平安顺遂。来看英国的威廉王子，伫去年12月31，又发起一个赏金10万英镑的奖，对负责修复地球奖，鼓励全世界高人替地球所发生的环境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Ours is a world of wonder. Every day it reminds us of its beauty. It touches us, teaches us, and astounds us.
守护地球奖宣传影片幕后配音是今年93岁英国驻钦广播主持人大卫爱登堡。英国威廉王子12月31日发起这奖金有数百万英镑奖项，表示地球正处在临界点，人类面临抉择，是毋是继续伤害地球，就是紧急成为人类有独特力量，应继续创新甲解决问题能力。佢讲，南北甲人类送去月球，有创造拯救生命科技。佢强调，人类应成就伟大，未来10年，大家会面临守护地球的大考验。That higher temperatures mean a lot more than longer summers. That we can no longer take life as we know it for granted. We are at a unique stage in our history. Never before have we had such an awareness of what we are doing to the planet. And never before have we had the power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过去年外，经过全球60个组织甲专家参详后，希望借着这奖项，伫未来开创新科技甲政策，伫气候变化、能源、自然甲生物多样性、海洋空气污染甲清气水源这议题上，找到解决办法。按过奖项设置细节，奖金偌济也无公布。经计宣传内容，守护地球奖将是史上上声望的环境奖项，希望全球高人为目前世界上上紧急的环境问题，找到至少50种解决办法。按算每年得奖名额有5位，不过奖金为倒来，目前只知影是由全球慈善家甲经济组织团体支持赞助。记者综合报道。克罗埃西亚这个国家最近的观光真强，为什么会这么热门？是因为因推出真侪新的博物馆，亲像是分手的博物馆，也是幻听幻觉的博物馆，拢是全球大盛。即马佫新增加一个烧酒醉的博物馆。这片片互人画家拢是图，这是克罗埃西亚正正开播的赎罪博物馆，这收集全球各地民众啉酒醉了后趣味故事甲相关的物件。Htjeli smo prikupiti te predmete s kojim se ljudi probude, a ne znaju odakle su im. 上次这部的创办人是一名学生，以轻松趣味方式登现伫酒吧啉醉了后，行登去水路中，可能会经过所在所做疯狂的代志。亲像是伫壁顶乱画、到花园，或者是树林散步，落尾登去垃圾房间，困醒了后可能啥物拢袂记的。啊，毋过伫身躯边塞加一寡，应该是家己毋知影为倒位捡来物件。I onda je meni silna ideja kao zašto ne bi postojao jedan prostor kao muzej gdje bi postojala kolekcija svih tih nekih predmeta i priča koji će ispričati najzabavnije te neke priče na svijetu o tom. 博物馆有一个黑板，邀请参观者写家己啉酒醉醒过了后，身躯边出现的物件。有人写一对金龟、2只流浪狗，甲已经分手的爱人。I am very impressed, but also very horrified because it brings back very bad memories, or good memories at the same time. 创办人嘛计划未来会伫博物馆设置一个区域，提醒酒啉伤济对身体健康的风险。社会上有真侪凶杀、性侵案件，拢甲酒啉伤济有关系。酒醉了后出现的失控行为，事实上酒精中毒的症状。有研究显示，酒啉伤济对当地成长的青少年，因的大脑有害。因为大脑到25岁才会发育完成，因此青少年对酒精嘛较敏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全球当年29到39岁死亡的人，有约1/4的原因就是酒啉伤济。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立法院伫咧旧年上尾天三读通过关心透法，伫进前就宣布要去中国市场的网络知识平台大书链，全发出声明，强调讲这个法通过，互因感觉真失望，所以决定要放弃咱台湾的市场。立法院在旧年底三读通过反渗透法，反对效应法假，进前为延揽前国安局长尤国强正国安局参加入，引发外界关心的网络知识平台大书链，进前大动作举行记者会，宣布进军中国市场。而在修法通过了后，马上发表声明，强调对修法通过感觉失望，宣布放弃台湾市场，也呼吁民进党政府卖乱用法令来影响人民求知的权益。它的文字太模糊，那所以我们觉得避免麻烦，因为我们既然都已经讲是说要经营华人市场嘛，那华人市场我们就把高度再干脆就拉高一点，就不要去占这个麻烦嘛。
对着大苏联宣布放弃台湾市场，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在自由之家，这国际 NGO 团体评鉴，新闻自由拢是上悬的国家之一。也强调，任何正派经营的媒体拢袂配合中国的操作。严格反渗透法修法完成，也牵动伫中国读册的台湾学生，也有大量的敏感神经。烦恼讲是毋是会互莫名其妙乱扣罪名？大家即阵开始伫紧张烦恼咯。而台企联是发出严厉声明，对着民进党无顾各界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强行修法来表达强烈抗议，也强调明年大选一定会用选票来表达不满的心声。我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听到所有台生、台属、台干的心声哈。那我想言论自由的部分是需要给予保障跟保护的，不然大家都会很害怕。那么仓促的通过，尤其对台湾学生，我们也经常要参加什么研讨会啊，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触发，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担忧。讲一句最贴切、最实际的，所以讲即嘛阿拜在宗教跟大陆之间要怎么来往，我们目前也不晓得。因为两花在宗教、商业、读册这部分往来密切，亲像是长期甲中国进行马祖文化交流的丁兰江，当署长颜清飘就表达烦恼，去交流开讲食饭，返来台湾是不是会互乱检举、乱修正？在怀疑甲惊吓效应之下，难免的影响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昨昏带党内立委候选人龚正策，嘛继续批评民进党。郭文哲嘛讲，无的确上尾伊的总统票会决定转予韩国瑜。伊讲这是咧警告民进党，嘛有讲到杨惠如向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的所有的资料，伊拢会送去予检方调查。2020台湾重开机。2020第一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带领党内立委候选人龚正策，重新对财政纪录佮有国土规划看法，但是伊嘛无为记者要继续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佮有民进党。奶嘴文化，有关系的最重要。第二，不行我们就开始耍赖。我说他不公平，所以我不要遵守。第三，懒惰文化。所以最惨的是什么呢？叫做弊案连连的。第四，发现你不是绿营是什么时候？我说前瞻计划没有分到钱呐。当一堆强盗在分赃的时候，你没有分到钱，就知道你不是他们那一伙的。批评民进党郭文哲无力客气，伊阁摆表态，可能最后一秒会决定支持韩国瑜。伊表示讲，伊的意思是咧警告民进党。伊阁主动讲，警方处调查杨惠如向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的案件报告已经出来啊，会专案送去检调查。结论就是钻法律漏洞啊，因为一个案子可以跟台北市政府申请钱，也可以跟中央申请钱嘛。没有人看到全貌，全案移送检调。我的态度说，我没有说需要包庇谁。郭文哲甲民进党的距离敢若愈来愈远，佮亲像早起伫总统府甲总统蔡英文陈菊，虽然共台煞无互动，顶多是伊赶场到花博公园，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席活动有互相讲话。另外，前鸿海党署长郭台铭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做伙升旗，无甲伊做伙，嘛互外界理解郭台铭甲郭文哲的关系敢是无遐尼好。他说出来就是他的潜意识嘛，就是我活在世界上，我常常说我们都靠自己嘛，其他的叫 extra， 伊该加起来就算我谈掉安尼。对郭台铭的态度，郭文哲是看甲真开，伊行入政治以来，甲民进党的呼风喝口，甲到亲民党的竞争合作，2020郭文哲敢若无想要搁挖靠其他的政党力量，决定要行家己的路。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咱来看新北市有300多万的选举人口，是咱台湾上大的票库。若是拼总统大选关键的所在，这新北市家己的区域立委嘛拼甲真紧张，亲像是伫咧第7选区，也就是邦桥东区有7个人出来选。有学者就分析讲，顶一回9合1的选举，邦桥拿力的票是一半一半，这款激烈的状况会继续战到今年。台湾支持柯志恩最优秀的立法委员。OK 啊，拜拜喽哈，感谢，谢谢。过一箱搁一箱的手，争取每一张选票。新北市第7选区俗称的邦桥东区，有包括国民党郭志温、民进党罗致政、民众党吴达辉等7人并战立委席处。争取连任的罗致政强调，唔甲对手交战，部分区转战的郭志温主打纠结甲选民的距离。
我们因为形象清新，而且在立法院的专业，特别是在教育文化上面，大家的知名度是认为是非常好的。要去经营的是我们的选民，所以我们把选民当作我们唯一要去专注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也很少跟对手有任何的交火。在河中徛路口这个拜票扫街，新北第一选区共款激烈，个人参选包括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立委李顺玲，国民党是派出洪炳凯应战，两个人拢是政治台，背景条件相当。不管是淡江大桥或者是关渡大桥的耐震补强，大家对于我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电视看得到，路上遇得到，电话找得到，用这样3道精神，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更加的了解我。新北第12选区设置金山办理，传统政治版图拿大过力，7人参选，民进党征调太阳花卢正行、赖品妤，国民党提名李永平。我是年轻，但是有资历。那相反的，你说你自己资深，但是我们却想不出来你有什么政绩。乡亲们的态度都是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有媒体曝光，甚至网络声量，在我们这个选区通通是不可靠的。必须说，你要走到这个地方，你要跟民众互动。新北至少300万选举人口，比如全台上大票仓，配合立委选举也牵动总统大选，和新北选情成为各界主要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对今年开始，百货公司的美食家拢袂使阁使用一摆就拼掉的免洗碗盘、免洗碗碟这个免洗餐具。台北市的环保局昨昏有去稽查，业者嘛拢有做好准备，若是无做好势，相关的罚款6000块。台北市环保局按今仔日开始禁止业者提供免洗碗碟，互人去使用。稽查人员去到台北101的大型商场检查业者敢有照进出行。汤匙啊、筷子的话呢？汤匙、筷子，对，我们好了解。好，那这个部分是合格的。来消费的民众嘛，认同安内政策。好啊，好啊，很环保啊。台湾很少的美德。对。1805年4月开始，台北市按市政大楼开始禁止使用免洗碗碟，为着要减少废弃物的量，按2020年正月初1开始，台北市内55间百货公司甲大型的商场，业者若是提供免洗碗碟的罚款金。今年5月开始，大卖场嘛受规范。这次的修正公告是没有劝导期的，我们是直接开罚。好，那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是可以处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台北市环保局禁止这场所提供免洗碗碟，互人客使用，拍算一档会当减少2000万的废弃物的量。环保局嘛强调，即马降低资源的浪费是国际趋势，所以扩大管制政策，鼓励民众家己穿碗碟，做伙为环境打拼，保守咱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若婚林的土豆之乱是乱袂煞，正各股农民是向民意代表陈情，讲土豆无拍打就无法度交货。另外，政府收土豆是收到去年底尔，即马是要求讲敢会使阁延长。面对这款的诉求，农委会是表示讲，农民只要有大声登记，一个月拢会去收。为了让土豆较紧拍打，有农民连续5天困伫田底。因过这寡还未拍打的土豆，早就过了农委会原定的收港期限，好袂少人烦恼后续无人买，货官会去了了。收港的截止日12月31啊，有去登记的跩，到即阵也无来收，吼，敲电话拢无人接。正常少11、20日的，好较久，要去拍个打，就搁较饿。婚姻馆长张连胜初一来个水林乡的山地勘查，向农委会发话，希望延长采购期限。官府也估计全县也有将近50万袋斤的土豆等待收港。到目前为止吼，还有超过45000斤吼，还未收啦吼，希望咧吼，今仔这个发声咧吼，互咱农委会搁吼延长吼收港的时间。还没有晒干啊，部分的农民啊，花生也还没有采收。那这部分已经登记的部分哦，我们都会辅导农民团体来跟他办理收购。农粮署回应，为了稳定产地介绍，辅导农民以每袋斤40块以上的介绍来收港有品质稳定的产品。到31号收港4900瓦吨的土豆，无收港的部分主要是无拍打，也是介绍讲袂好势等原因。后续将会辅导农民，并且以市场的机制以及土豆的品质来收港，预计1月会当完成。也无强调比例无悬，将无到总数的1成。记者综合报道。新的一年，真侪人去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求钱母，有一对
对高雄的民众，对2天前就开始去排队，有影是真骨力。昨昏排甲老长，有8公里长，大约是9万人，望讲会当求钱母，新的一年大赚钱。3、2、1，元旦第一天为高雄来等城市摕到第一组指南奖的钱母，伊讲等3天，希望未来会当得到土地公加持。很开心，很兴奋。如果能够有加持，有加码更好。透早南投指南奖头前都摆真侪人，为空中看是摆几落公里。安那今年是金7年，虽然这几天拢是落雨，不过为着会当得到土地公的保庇，不少民众拢提早1、2天来排队。今年8次了。中午了啊，我们领到好像11点多、12点那里。你是从哪边来的？屏东。今年钱母正边是土地公，后边是金鸡翅，伫土头顶头放金火炉，表示有好代志发生。为了体谅排队民众，庙方特别安排近600名，会当有一套的钱母加一个银钱母。透早到9万人排队排差不多8公里。2020年的头一天，就吸引真侪人来求福运，加上借金现金的人，也带动周边的商贩。今年借金的比去年的多一些了，还金也是多一些，但是都不多，但是金额有增加了。指南讲讲，去年借发财金的人差不多60多万，借4亿元，安那行的差不多6亿元，加除了回归地方做公益，信徒嘛在周边带来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甲乡亲来看用手工暖茶做茶这项技术，即马豆豆已经拢互机器取代。南投县的文化局最近就甲传统用手工做茶的老师登录做文化资产基金保存者，望讲手工做茶这款技术会当传落去。传统的做茶工艺已经慢慢互机器代替，古早的炒茶手法渐渐咧失传。南投县政府经过县内审议。发证书予2位做茶的老师傅，陆国苏文鸟甲民间陈木纯，互因正做南投县传统知识甲实践类的文化资产保存者。今天已经几乎都用机器来取代制茶的时代他们仍然坚持用手工制茶桶，因此我们经过了非常严谨的文化资产审议的程序，成为我们技艺保存者。看老师傅熟手的手法就知影，炒出来的茶绝对甲机器晓的无共款。陆国苏文鸟老师傅18岁就开始做茶，保留规套古早的手炒茶设备，常常用表演的方式，互更较侪人看到传统做茶的方式。另外一位民间的陈木纯老师傅，嘛真少年就开始做茶，对读册时到即马已经80岁身体还阁真勇敢。2位老师傅上大的愿望就是，望会当甲特别消失的工艺甲知识传承落去。如果像冻的乌龙茶无传承的人，所以讲我继续保持讲做古早的制作方法，传承互阮后生。读册都爱做茶啦，迄阵工少就拢爱安做。传统手工做茶的流程真复杂，但是有机器无法度炒出来心意甲甘甜。南投县府带头甲这项工艺列做文化资产，望会当甲这款技术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的第三是金山茶产区，有一对少年的姊妹登去故乡斗3天，换厝内的茶场，因拍拼学个认真做，甲老茶场即马变做一个声人目的茶庄，嘛要甲做茶人的精神传落去。两姊妹向囡仔介绍要安怎挽茶，帮因上一节茶园的自然课。因为大学毕业，转来故乡南投，伫厝里斗3天，为茶园到茶厂，逐项拢爱为头开始学，过程是真辛苦，险就记载袂掉。毋过因真拍拼学，苦心经营，甲老茶厂变做是声人目的亮点茶庄。很想逃跑，因为做茶很辛苦啊，家里从批发到零售，就是选上亮点茶庄然后做卫生安全茶厂，这样子改变还蛮多的。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太累，一直想要往外逃，然后真的是后来因为妈妈又开了第2次刀之后，妹妹也回来帮忙，所以2个一起做比较有伴，然后做久了才会比较有感情。
两姊妹啊，回来故乡，一开始是因为处理欠卡手，对伫阿爸身躯边慢行学，偷偷了解病顶茶。伊毋若要接处理的产业，嘛要甲病顶做茶人的精神，甲病顶金宣茶这个看板扛落去。要回来咱这个农村吼，还有帮忙来发展是真好的代志。上困难是茶慢上来吼，人爱看气候。来做这个读地青安尼吼，因为即摆时代甲较早无共款，希望讲会当继续经营落。时代变迁，老头家嘛希望后一代会当对时代行，用创意来经营茶产业，互第三金选的茶芳会当拓归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旧历过年要到位啊！明年是鸟鼠仔年，灯花伫咧南投，所以南投即马真侪社区的民众拢共心，赶紧伫咧做花灯。就连阿公阿嬷拢来斗三工，就是望讲这花灯会当赶紧做好。伫咧正月初6的进前，要甲花灯送去南投灯会来试灯。社区的时代叮当卡手，摕形形色色的花布粘伫花灯骨顶头。阿公阿嬷大欢头喜面，拢真期待花灯会当赶紧完成，通送去南投灯会电视。来就真济，来安尼看吼，做得足好诶。我来招开灯吼，我拢来去看，看一个吼，看互比啦，社区看较好无安尼啦。做灯会看去提出去展览，看我比人较好无啊？大家合作做诶啊，袂讲偌辛苦。阮落来遮做吼，大家趣味啦。大家老伙仔拢招招来遮吼，较袂无聊啦。邀请年底要到啊，侪社区拢开始无用制作花灯。南投县的山顶山庄社区的民众，就拢总叮当起来，共一条心为南投灯会展览拍拼。日时阿公阿嬷甲花灯联播，暗时到志工伫花灯顶头斗电火球啊。花灯就做了一对鼠来宝就是现在已经12月的了，所以都晚上都在赶工，赶快努力要做好。山庄社区设计2只鸟鼠做花灯的形体来迎接新年，拍拼伫正月初6进行完成，通送去南投市会展中心社区灯区测试。2020年南投灯会伫正月18起过，时到邀请民众去会场行道支持社区制作的花灯。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备啊，咱来看网络订饭店的平台是公布全世界外国人上介意去倒一个城市过新年的排名。咱台北市伫咧全世界排第12名，其中对1年来台北过年的旅客有增加，订房间的比例比去年加要8成。排甲长乐路就是为了甲蔡琴代表斗阵翕相。西门町商圈人有够多，袂少是拖行李的国际旅客，真侪人拢是特别规划来台湾跨年假期，看完102宴会，佮甲市区行行咧。我会选来这里跨年，想要看烟火，想看那个台北101的烟火，精彩啊！很多明星应该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台湾第一次来，选择来这里跨年。对。根据国际订房平台统计，台北市伫跨年订房是全球第12名，其中印尼客成长78%，南韩增加将近6成，荷兰也将近5成成长率。不过检视去年观光人次受到中国旅客袂当来禁令影响，去年9月、10月连续2个月来台旅客拢是负成长，11月到12月也是衰退出世，因为国际自由行旅客甲新南向团客大部分以北部行程较济，所以受影响景点以中南部较明显。为解决小规模人大规未消化问题，屏东民俗业者结合工业推出民俗集团，互相支援介绍房客。我们这个逆向操作的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打造成一个类似像集团式的经营的方式，或者是饭店式的方式，但其实个别是各自经营的民宿，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平台啦。串联乡村的民俗业者，大月用转介人客平常时加节翕婚纱、办亲子活动者服务，暗时也会点灯引进咖啡店，透过季节结名发展亮点，希望无受国际旅客衰退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新的一年，劳动事件法嘛开始实施，通市康护员工会甲一寡工会嘛伫咧昨昏法律实施的头一天，去法院提出告诉要告因的公司。劳工加油！劳工加油！
劳动事件法元旦实施，抢在新法实施头一天，桃园市康复员职业工会来到桃园地方法院递诉，对长营公司提起无作为之诉，抗议去年20天的长营康复员罢工结束。长营公司对着罢工康复员进行打压加差别的态度，有2000个人受到影响。在去年的裁决中，法院已经判长荣航空是属违法的，但是长荣航空依然不愿意归还参与罢工空服员的优待机票。长营航空回应对工会以各种方式来破坏劳资的和谐表示遗憾，强调罢工投票进程就讲过，若是罢工造成营收的减损，不得不取消优待机票的福利措施。这是法律府公司的自主管理权。罢工了后也渐正式提供优待机票的申请，唔是无作为。劳团表示，劳动事件法除了明定减免征收裁判费2%，降低拍官司的标准，也用工会名义提起集体来拍官司，保障劳工拍官司的权益。不过法界人士也提醒，官司司的这方面爱负担出的裁判费，所以讲也是要评估胜算的机会，袂用乱拍官司。一般的劳工会惧怕用个人名义，可能会面对公司的压力，但劳动事件法可以用工会的名义来提起集体的诉讼。劳工要付出的钱只有不到1/3。案件是这个金额比较大然后需要法律的专业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他可以选择到法院去使用这个劳动事件法来处理。劳动局表示，劳动事件法提供劳工加一个选择，若是金额较细，希望能够赶紧得到解决，卖去法院，也是能够向劳动局来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野生动物保育法有规定禁止卖唱歌制品这款物件，而且伫咧公共场所展览嘛袂使。为着要顾一寡业者，因为因还佫有会爱等因消化库存，所以就甲禁卖的期限延后延到旧年底。所以即马农委会已经公告讲，对今年开始全面禁止唱歌买卖，若无抓到上当关5当。请你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千万别买象牙制品，让大象生存下去。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2016年，找歌手周杰伦录公益广告，动保团体呼吁千万唔通买唱歌制品，则被制作斗相共杀害大象的凶手。经过真侪年努力，为今年1月7日开始，台湾正式全面禁止唱歌甲制品买卖，加入全球保护族群数量愈来愈少的非洲象。虽然在历史讲，国际之间的象牙买卖是禁止的，但是如果每个国家内部的象牙市场如果开放的话，断绝盗猎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落实。野生动物保育法伫83年修订时，原则上已经禁止唱歌买卖，不过顾虑到业者依然有真侪库存，伫隔年定落一条款，缓冲期到即马已经有25年。农委会林务局伫旧年公告，为今年开始停止唱歌教育。盗猎大象的那个案件还是非常的多，配合国际趋势，我们国内的那个象牙买卖也萎缩到很小，所以我们希望让它有一个终结买卖的这个时间点。野生非洲象族群为2006年甲2015年数量减损20%。国际报告指出，唱歌利用甲盗猎是非洲象生存上大威胁。为今年开始，伫国内买卖唱歌，相当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别科罚金30万到150万。不过，经过县市政府审查许可，应订立电视库存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外岛是12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